另外一个车祸的消息，这是发生伫台中吼，这个原底13岁查某国中生下课啊，因阿嬷骑奥多麦来甲载，不过这阿嬷这一载着查某孙仔无注意，这个头前佫有一台奥多麦，两台车弄做伙三个人跋倒啊，即马看起来两边可能骑车拢无注意到对面的来车啦。 放学时间，学校边啊拢是学生，一台双载机车都要经过路口，这时阵倒边嘛有来一台，两台奥多麦煞弄做一伙。小龙当时两台奥多麦拢并去，车顶的人拢飞起来，动摔在地，边的学生看到拢着惊。危险嘛，但去甲申请一个车行灯啊。因为你车行灯遐无啊，人即马赛车看伫遐，伊就直接就冲过来啊。设置一个那个红绿灯。 发生车祸路口伫台中太平这间高中边啊无号志的路口，因路口伫学校边啊，未少乡亲感觉讲都爱安车红灯来保护学生安全。来看现场，其中一个奥多麦佫停伫路边啊，弄甲害了了。车祸是发生伫昨下晡5点外，双载机车顶是一位63岁姓柯的阿嬷载13岁孙仔要转去，一个骑到路口，甲一个13岁姓平的少年人所骑奥多麦煞相弄。 2名骑士及负载之乘客均多处擦挫受伤，送医后无生命危险。两个骑奥多麦人拢无酒精反应，不过当时这阿嬷徛伫路口，敢若是无注意到车前的状况。这个19岁少年人嘛，敢若无减速，所以讲警方已经调监视器要调查车祸原因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